常常在我们习惯了以后，慢慢的出走。等到你我不知所措，莫名其妙的分手。思念常常在我们离别了以后，轻轻上心头。盼到你又将我挽留，爱是否就能永久？这世间事情男女只在乎自己的感受，分手的最后理由怎么说都不是因为自己的错。我想我真的喜欢你，两人世界里感情不要三心两意。如果你是真心相对，对我始终如一，嫁给我你